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了。玉梅老师今日要带本大家乜个通章呢？好，那瑜伽哈，最美的地方，最美好、当珍贵的地方哈，就系可以起凳做、坐凳做、睡凳做。哈，上一心呢，那起凳做前弯哈，侧边扭转。也一心呢，玉梅老师爱教大家讲，好，也很。看呼吸来节目，同玉梅老师同样坐凳来做哈。啊，唔係坐凳呢，也係講坐碰凳呢。唔記安尼哈，玉梅老師看哈，唔係講碰凳，也係日凳呢嘅寬度哈，人嘅師傅哈坐1/3，唔好坐到安尼。你坐到安尼嘅時候哈，腳嘅背囊哈會安尼拱起來，唔係坐到嘅凳呢1/3哈。你起凳嘅下坐，你起凳嘅下做前彎咪哈。就從呀開始彎到前面來，人家坐得沒同樣，人家前彎呢嘿，喺都要係熟悉淋巴、髖關節開始哈，安尼向前面，人家個婦女哈，跟熱死來去啊，人家肚子有嘛哈，會脹啊，哈，也係講會排不順啊，子宮卵巢都呀，人前彎呢哈，做得按摩到人家肚子，哈，也玉梅老師哈做。起放起來哈，也係先起放起來哦，先起放起來，老太家講哈，你起放起來去，你做前彎，係咪按你彎下去？係咪按你彎下去？哈，同樣都也呀，熟悉髖關節，按你彎下去。哈，同樣嘅道理，坐凳呢些，哈，玉梅老師坐下來去，咪同樣都呀哈，主要那個凳呢哈，坐1/3。其實啦，前彎的動作哈，對人的身體啦，對人個排毒啦，不管係熱死來啦哈，也係身體健康呀，免疫系統哈，前彎的動作當當重要。嗰個一隻動作呢，係有運動冇運動，有練瑜伽冇練瑜伽嘅人哈，當為習慣做安尼動作。好，嗰時人坐凳嘢哈，慢慢的吸氣，脊椎來上來，好，身體抽上來，兩個兩隻手可以往下。哈，吐氣的時候呢，人個肚子哈，你可以豎板凳來，從呀哈，慢慢的向前面吐氣。記得了哈，唔好都也開始玩，你都也開始玩個哈哈，人脊椎會受傷，個也係內臟哈會壓迫。你從身體來上來，好呼氣，好唔是來按倒啊哈，唔是講一天都下不動前彎，好慢慢的都呀，人手呢剛開始板凳呀。好，慢慢的都板凳呀，你可以來下床頭去板凳呀。好，慢慢，主要係脊椎要來出來，來存來。好，慢慢的呼氣下來。好，腳啊要腳掌的嘛哈，要腳。好，按呢撐開來，腳趾頭哈，慢慢的全部打開來。好，慢慢的不用輕鬆，向舒呀身體啊。你感覺講啊，人生冇乜個好想按到啦。放下吧，放鬆吧，哈，故說那鏡頭啊，沒有心理作用啊，沒有心理作用。你講哈，乜個事情就當緊張啊，當執着，你說你硬搞下唔去，好，故說你做運動嘢咪老師啊，愛同自己講法，好，放鬆，放下吧，放鬆，人生就係安尼，哈，不用輕鬆，慷慨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牙手掌打開來，背囊一出來，好，慢慢的，你可以做哪就做哪。哦，玉梅老師教大家哈，你用牙手去比哈，你的手剛開始多練，好，冇剛開始多練，當你一日的練，一日的練，好，慢慢的進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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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看你投資人身體幾多誒，你是不是可以來到暗場？好，那。鄉親朋友講，玉梅老師人手較長腳較短，唔係，嚇，唔只係人個脊椎骨嘅嚇來開來，人個安尼肌肉啊較硬嚇，唔可以按狠就可以跪來開來，你就不用這樣，好，慢慢的吸氣嘅時候，同樣啊嚇，從下肚子，頭抬起，真好。好，你就轉來，同樣哦，那個身體嘅哈，坐凳，不管坐凳呀起凳哈，你愛個下巴哈，愛按呢，豎入來，讓胸膛會打開來，
好，也是前弯的部分。好，一美老师个呼吸改动啊哈，你可以加压2片的数，吸气，好，上来，好，吐气，安尼慢慢的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同自己讲法，不用强松，不用强松，享受你身体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下去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一滴滴的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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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慢慢的往上，好，打开来，吐气，不用向上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也就是前弯哈，因为老师做本看起垫啊、抽垫，做的呀按摩到呀腹腔呀都是，不管你有热丝毛，谁来哈也是太太啊、小姐都做前弯哈，对人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好。好，然后舒转的些咩用啊，脚松松啊。脚松松啊，哈，咁慢慢的哈，有感觉的弯曲，好，安尼舒转来，好，第二动作是扭转，哈，扭转呢是瑜伽动作哈，安尼冲刷血液循环哈，支撑安尼肾上肌啊，搞，对不对？不好的东西甩出去，嗰时候扭转哈，是冲刷血液最好的动作，好，第二动作看到哈，坐垫。同样啊，收下巴，胸口好打开来，坐垫安尼，先透气去享受人生。好，人生呢，当然就干上班，干下班，干煮饭，好，干睡梦，干放床，就得一直干。好，一日不能1点钟、半点钟的时间做瑜伽，就系老自己慢下来。好，第二动作，你看一美老师脚哈，不用都要前面。好，一只腳不用做也後背，最後哈，你看一美老師一隻瑜伽墊、靜坐墊，有一個安尼墊子非常的好用。假使講冇一個墊子哈，你坐墊哈，一個腹部的空間會被壓迫。哈，你思考啦，鄉親朋友，你都不可以哈，你坐墊哈，一個抱枕咩哈，一個安尼瑜伽磚塊咩哈，你老幾安尼15個1/3頂開來，你就會知道個也個安尼空間較大嘅，好較舒服，透氣哇，好較順暢。好，嗰說個腳呢，你可以安尼變，沒可以安尼變。好，樣嘅變做的。因為老師教大家講，安尼變嘅話，對人腳趾頭、腳踝，嗰也熟悉關節。好，熱試落去也要參特別血液循環好咩，會流動吼。嗰說安尼坐上來，好，嗰手打開來，慢慢的吸氣。手打開來，向後背，好，你看啊，轉啊，轉右誒，好，轉過來，好，轉到右片，好，轉到右片，先試到右，哎呦，按痕咯，按高，轉唔過，黐誒，好，慢慢的轉，手打開來，加強，冇準扶定呀，好，慢慢的，頭氣啊，轉過來，轉到來。好，你轉到下來去呢，你就知道個你就底下呀有硬高嘛，好，過來去呢就彎片，轉過來是人家右手呢可以扳到人左腳，左手呢可以扳到人的後背呀，好，安尼扳過來，你看到玉美老師的野味有嘛？哈，安尼扭轉，好，吐氣轉過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。好，go吸一口氣，吸滿，吐，好，就老給彈上來。你看，再扭毛巾咩哈，扭轉來不用輕鬆，扭轉來不用輕鬆，也就做的動態按摩。好，然後玉美老師都順風也偏半看啦哈，看下順風，穩腳了哈，你按呢，同樣按呢坐上來，好，坐上來去，你按呢轉過來，好。轉過來去呢，身體扭過來也搖誒，轉，好，不用落嚟啊，好，也左手不用右腳，右手扳到呀頂嚟哈，扳到呀頂嚟後背，好，來過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停到呀，透氣，吸氣。好，當到大地本來的能量滋養人的都市啊哈，好，吐氣，
不用享受，好，个吸气，个吐气，好，转了去头抬去，好，不用下来啊，弹上来。好，你就会懂吃眼，懂舒服。好，因为老师做看哦，假使同性朋友人脚哈脚七头啊，个脚长，还不方便安尼舞的时候，你就按你坐凳来，你就坐安尼，同样哈，同样坐凳的1/3。好，你坐长了也同样哈，下巴脊椎，看到啊叶位做唔得安尼，推前面，竖转来。好，然后转了哈，安尼转的时候，同性朋友看到哈，一只竖，来到呀，来到呀。等你呀，一只手柄了呀，安尼转过来。好，有看到冇？啊，叶位啦，胸脯啦，哈，胸膛啦，肩头啦，下巴，全部做到扭转。好，个头一个抬起，吐，弹上来。你当容易咩？你坐凳哈，转鸦片，转几片哈，你就可以做到当好的，安尼当深层的扭转。主要係哈，你。留起個心，哈，靜下來，哈，留起個去享受，哈，跟留起個身體講法，去感覺呀嘢喂，哈，都前面講過，因為老師剛做過多哈，因為扭轉當重要，你總要按你扭過來，扭嘢喂，胸口、肩頭、下巴、手柄了呀，下隻手柄在後背，假使你做唔得來到按後背，你就壓到後面就好誒，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搁轉來，好，安尼通常呢，安尼扭轉呢，哈，對身體的幫助非常非常的大，哈，前後一個通常呢，當簡單，就是哈，讓兩隻腳哈，一樣的，哈，鬆一鬆，哈，兩隻腳蝶式式先彎起來，哈，鄉親朋友看到哈，一隻通常哈，咩平常哈，安尼骨盤哈，當向後背，嗰時一隻動作，總係讓右腳，哈，安尼疊在人嘅。好，貼到人嘅左腳，安尼坐上來。安尼你可以發現嘛，因為老師要骨盤，好往內收縮，好要腳嘅大腿往內收縮，呀人嘅腹腔、腹部就會得到當好的按摩。你坐得安尼，假使你坐較沉的位，你就慢慢的吐氣，身體向前，好慢慢的吐氣，不用強鬆，不用強鬆，不用強鬆，好不用到呀，停到呀，也係人嘅下巴咪可以不用的呀，沒做得，好慢慢的吸氣。好，行起來。坐到下去哈，你看哈，因為老師看，本日就看一骨盤，平常坐凳出來安尼開，好，冇做安尼開，行路咩安尼開。嗰時候坐下嘅時候呢，你就安尼蝶式式坐凳來，你可以坐凳聊天，坐凳看電視。哈，鄉親朋友，因為老師帶本大家當簡單的動作，你做就好誒，有做就有能量，一滴滴的哈，就像存錢一樣誒，空錢一樣誒，一滴滴呢存健康的財富。好，人家這運動就到了，下次見。